提起粉嶺兩個字，你會諗起啲咩？遠？錯晒啦！今時今日嘅粉嶺咧係北部都會區嘅核心大門，仲唔係時有超前部署，定起晒高樓大廈嘅時候先嚟後悔點解當初唔入市，定係而家就坐言起行，坐定定等升值？我有好介紹，跟我嚟啦！政府銳意發展北部都會區，令發展商都積極喺區內推售住宅，再加上未來嘅北環線及新界東北線，組成全新鐵路網絡，令區內投資潛力大增。時至今日，由佳明集團發展全新項目，提供90伙，主打一房同埋一房套單位，面積約274平方尺至293平方尺，另有面積約392平方尺兩房單位，單位特設同區罕見嘅3合1環保露台，採光度大大提升。項目預計關鍵日期為2026年1月31號，樓花期極短。項目採用大量剔透玻璃幕牆，採光度極高，加上未來感銅色金屬外牆，單位標準戶層與層之間嘅高度最高達3.5米，頂層天台特色戶層與層之間嘅高度最高達4米，部分特色戶更附設特大平台，全區難求。項目設有2層住客會所，地標建築同區罕有。事實上，香港政府一直致力推動新界北嘅發展。近年一再強調開拓新界北嘅計劃，使新界北躍升成北部都會區，勢必成為香港未來嘅核心發展地域。政府表明北環線已落實發展，而北部都會區發展更係施政報告重點項目。如今項目地理位置優越，既坐落於北部都會區之核心，盡享連接未來北都大學教育城、新田科技城同港深創新及科技園3城優勢，預期新增21萬個創科人才需求。項目可以吸納專才進駐，加上聯和墟市中心9年嚟亦都冇新盤，相信區內已積存一定剛性需求。呢區社區配套完善，配合更完善嘅交通網絡發展，而建嘅行人天橋系統輕鬆連接粉嶺站，成就得天獨厚嘅新一代市場定位，勢必引起市場熱烈追捧。今時今日置業選擇區域時，越嚟越多買家會考慮一個重點因素，就係鄰近大灣區，由粉嶺站出發2站，即達羅湖站同埋落馬洲站，8分鐘到羅湖站，14分鐘到落馬洲站，揸車約15分鐘，即達香園圍蓮塘口岸，咫尺之間貫通3大口岸。呢個項目就係其中一個值得投資嘅選擇。另外由粉嶺站出發經東鐵，26分鐘到九龍塘站，29分鐘到旺角東站，36分鐘到會展站，半小時內輕鬆到達各大商場，穿梭沙田市中心、惠坊、又一城、新世紀廣場等購物熱點。隨住非本地生人數限額全面提升，北部都會區將吸納更多學生進駐。項目位於北部都會區核心，由粉嶺站出發16分鐘到達香港中文大學嘅大學站，26分鐘到達香港浸會大學同香港城市大學嘅九龍塘站，仲有34分鐘到達香港理工大學，位於記紅磡站，黃金大學列車一線直達。作者項目優具民生配套一應俱全嘅聯和墟市中心。聯和墟市中心係個衣食住行皆方便、美食天堂嘅區域，區內商鋪林立，尤其以食聞名，擁有好多特色小食店、老字號麵店、茶餐廳等，又鄰近巴士同小巴交通總匯，點對點往返港九新界各區，盡享全方位交通便利。粉嶺鄰近有雙口岸之餘，仲有政府搶人才政策，包括優才計劃同高才通，直接大旺租務，呢區真係有得諗。對項目有興趣嘅朋友，不妨聯絡前線同事了解更多。